在 F-16个战机失事了后，是海空总动员要来救人。空中的部分，国内现役上先进的3型救护直升机全部出动。那海面的部分，海巡署是派出着3舰6艇，把握着黄金救援的时间。天也未光，海巡人员就伫海边搜索。 海洋更加官贵准新，因为失去联络，空军上尉新北基目前也未找到人。浪高约3至4米。哪找哪照明，自昨暝失事后，已经累积派3舰6艇，包括顺风艇 PP-1095、1078。 这是 S704 空军救护队派遣驻守伫上山基地有亚航搜救的能力。 事故发生后，就对基地出动搜救。另外，也有航天航性能优秀欧洲 EC225型救护直升机。高速中心也就近调派驻防花莲有全天候搜救能力的空勤总队乌鹰直升机赶去救援。国内现役上届先进的3种救护直升机全面投入，形成立体化、高密度的搜救网。 根据空军司令部说明，新北基失事后，空军随日暗时7点半派3架军机搜救，包括上山基地 S704反舰直升机、屏东基地 S130H 运输机，也有附近的花莲基地也派 UH60M 乌鹰直升机。那安尼，一直到今日一早起，拢总派13批13架次。目前海空协计划要抢时间。 毕竟寒流来呀，道行会升温，相关单位严阵以待，全体总动员都希望会当等到好消息。Hello， 我是雷亚，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